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Martin。近年嚟最受歡迎嘅錶款就一定係一啲一體式鏈帶嘅運動錶啦。其中一個原因，我諗係因為大家今時今日戴正裝錶嘅場景越嚟越少。就算係返寫字樓嘅朋友，平時返工相信都係普通恤衫西褲。如果嗰日唔係有啲咩特別嘅場合，連呔都唔會打。所以咧，一啲一體式鏈帶嘅運動錶就會更加符合日常穿搭嘅需求啦。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分享5隻我覺得好正嘅一體式鏈帶運動錶。由500蚊港紙一路去到1萬蚊價位，記得留言話俾我知有冇邊隻啱你心水啦。我哋首先由最親民嘅價位開始講起，第一隻想同大家分享嘅係一隻 Casio Reference Number MTP E735D， 價錢大概就係450蚊港紙。手錶嘅錶徑係37.5mm， 厚度8.4mm。相信大家聽到呢個配置啊，都估到呢隻錶係一隻石英錶。呢隻錶最正嘅地方就係佢用咗一個好簡約嘅8邊形錶殼，而外邊嗰4條邊係有輕微嘅弧度，令隻錶睇落去更加有設計感。至於錶帶方面，就用咗一個手鐲型嘅設計，由錶頭過渡去條錶帶，成件事咧係好 smooth， 處理得非常好。功能方面就係大3針加上日期星期，防水50米。如果係普通不鏽鋼版本，錶盤就會有銀色同埋黑色揀，加多一嚿水左右咧就可以揀埋呢隻全隻錶都做咗黑色 iron plating 嘅 E735B。俾我嘅話咧，我諗我就會揀呢隻全隻銀色嘅版本啦。我真係諗唔到有邊套衫襯唔到呢隻錶啊！第二款想講嘅咧就係 Citizen 嘅 Suyosa 系列。呢個系列咧嘅 variation 非常之多。手錶咧嘅錶徑係40mm， 厚度11.7mm。可能咧因為市場反應非常唔錯，佢哋咧最近亦都推出咗細少少嘅37mm 版本。除咗大3針之外咧，亦都有一個細3針嘅變奏版。而 Suyosa 系列最好玩嘅位就一定係佢嘅錶盤有非常多顏色選擇。我估品牌係想將呢個系列年輕化一啲，所以咧就用上咗好多好鮮豔嘅顏色同埋特別嘅設計。除咗錶盤之外咧，就連錶殼、錶帶都有全鋼、Two Tone， 甚至乎全隻鍍金嘅選擇。所有加埋咧，一共有27個 variation 咁多，認真誇張啊！值得一提嘅就係條錶帶，呢隻錶嘅錶帶驟眼睇咧，真係有幾分似勞力士嘅總統帶。中間嗰段咧，亦都做咗拋光，令隻錶睇落去更加有亮點。另外呢隻錶咧，亦都好巧妙咁將個 crown 收埋咗喺4點鐘位置，令個殼型更加流暢。機芯方面啊，大3針版本就用咗 Citizen 自家嘅8210 Power Reserve， 大概45個鐘頭，配有日期功能。至於細3針版本咧，就用上咗8322，亦都係 Citizen 自家嘅自動上鏈機芯 Power Reserve 60小時。價錢方面，37mm 嘅版本咧，官方定價就係港幣2830蚊。至於40mm 嘅款式，價錢就由港幣2990到4280蚊不等。第3款想同大家分享嘅依然係 Citizen， 講緊嘅咧就係佢哋嘅 Senshin 系列。呢個系列嘅定位比頭先介紹嘅 Suyosa 稍為高少少。雖然機芯都只係用咗由8210改裝成小3針佈局嘅8213，但係錶盤打磨就明顯有誠意得多啦。另一個同 Suyosa 唔同嘅地方就係呢一個系列成隻錶都用上咗 Super Titanium， 輕身得嚟咧，亦都唔容易刮花。Senshin 比起頭先嘅 Suyosa 稍為大隻少少，錶徑去到 40.5mm， 厚度就係11mm， 而錶殼咧就用咗拉絲處理，配上一個光圈，令成件事睇落去更加細緻。至於價錢方面啊， Senshin 而家嘅官方定價就係港幣嘅4400蚊，計埋折扣，我覺得絕對同貴佢1-2000蚊嘅 Tensor PRX 有得攣過。呢個系列錶盤一共有6個顏色選擇，表面咧有細緻嘅刮痕狀紋理，而近睇咧亦都有啲似砂紙嘅質感。我見到外國好多 YouTuber 話呢隻錶個 dial 可以媲美 Grand Seiko。雖然我覺得 Senshin 個 dial 嘅做工真係幾有誠意，但係你話要同 Grand Seiko 比咧，我覺得就有啲吹大咗啦。講到呢度咧，我其實原本係諗住講下 Tensor PRX 嘅，但係咧呢隻錶實在有太多人講過，同埋相信大家都好熟悉啦，所以咧我哋就唔浪費個 quota， 直接跳去下一個價位，講下 Christopher Watt 嘅 12。Christopher Watt 呢個英國嘅獨立製錶品牌，近年嚟多咗好多人留意，尤其是係佢嗰隻非常抵玩嘅 Chiming Watch Bel Canto。而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12系列，
我覺得亦都係品牌另一個誠意之作。唔計特別版嘅話咧，呢個系列而家有3個 size 同埋2個材質選擇，分別就係36、38同埋40mm。如果係36同40mm嘅版本咧，材質方面就有不鏽鋼同埋 titanium 揀。首先想講嘅係呢個系列嘅手錶咧都非常之薄，所有嘅錶款嘅厚度都控制喺10mm內。咁係因為佢哋全部都用上咗 Sellita 一個非常之薄嘅 SW200。又或者 SW300 機芯，一開始見到呢隻錶咧，就覺得佢同 Chapek 嘅 Antarctique 同埋 Zenith 嘅 Defy Skyline 有啲似樣，尤其是係個 bezel 嘅設計，同 Defy Skyline 一樣，都用咗一個12邊形。至於 Christopher Watt 喺呢隻錶嘅做工上，亦都落咗唔少苦功，單係個 bezel 已經做咗3重工序，包括拉絲、鏡面拋光同埋噴砂，而個錶盤亦都係呢隻錶好吸引我嘅地方。除咗有而家好受歡迎嘅顏色，譬如冰藍面、煙熏面選擇之外咧，成個錶面都佈滿咗十字形嘅立體雕刻印刷，令到隻錶好有層次感。而呢個十字形嘅圖案其實正就係嚟自於 Christopher Watt 嘅 logo。我咧就幾欣賞品牌用呢個非常之低調嘅方法去展現自己嘅特色。The 12呢個系列視乎手錶 size 同埋材質，價錢咧就由港幣8100蚊到9985蚊不等。呢個價錢可以買到一個頂級品牌嘅設計，再加上非常唔錯嘅做工，我覺得絕對一隻非常之抵玩嘅入門錶啊！最後一隻想同大家分享嘅咧就係 Mido 啱推出嘅 Multifort 8 Two Crowns。近年嚟，美度喺1萬蚊嘅價位有好多好正嘅代表作，除咗我自己好中意嘅 Ocean Star 彩虹圈同埋 Ocean Star 39之外咧，Multifort TV 系列亦都有好多朋友關注。而今日要介紹嘅咧就係 Multifort 系列嘅最新成員。呢隻錶俾我嘅第一印象咧就係佢有啲似名仕嘅 Riviera， 有啲似 GP 嘅 Laureato。而好玩嘅就係咧，雖然佢唔係一隻潛水錶，但係2個 crown 都有做到旋入式。4點鐘位置嗰個當然就用嚟調校時間，而2點鐘位置嘅 crown 咧就用嚟操作入邊嘅旋轉錶圈。呢個設計唔單止貫徹咗 Multifort Two Crown 嘅風格，再加上一體式鏈帶嘅配置，令到呢隻錶有屬於自己嘅辨識度。另轉隻錶咧就要見到一個 ETA 機芯，喺呢個價位嚟講，呢個打磨同埋做工絕對收貨。動力儲存72小時，再加埋日期功能，非常之適合日常通勤帶。至於錶盤顏色選擇咧，而家有3個，分別咧就係深灰色、淺灰色同埋藍色。另外手錶亦都有快拆功能，如果你嗰日嘅衣着想 casual 又或者 sporty 啲，亦都可以好容易換翻條膠帶。呢隻錶嗰日試上手真係幾有驚喜，隻錶拎上手嘅質感好正，比例亦都適中。官方數字咧，呢隻錶嘅錶徑係40mm，但係可能因為個厚度控制喺10mm內，就算我咁有嘅手腕戴上去都唔覺得好突兀。Overall 嚟講，就算唔係淨係嘅一體式運動錶都好，我覺得呢隻錶喺1萬蚊嘅價位內絕對好有競爭力。今日介紹嘅呢5款錶，唔知道又啱唔啱大家心水呢？又或者你哋有冇其他推薦俾我呢？記住喺下邊留言話俾我知。如果中意呢條片嘅朋友咧，就記住 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，你哋嘅支持係我更新最大動力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